大家有冇試過諗過一個問題？如果我話俾你聽，你而家望住呢個世界，其實唔一定係真實存在緊，你會點諗？唔係講緊玄學，唔係講緊靈修，我講嘅係一個物理學實驗，一個搞到連科學家都頭皮發麻嘅實驗。佢個名叫相逢干涉實驗。而今日我想同你一齊拆解一個問題，會唔會其實係我哋嘅意識創造咗現實？好，先由一個好簡單嘅畫面開始。想像你而家企喺牆前面，手上拎住一支噴漆，牆上面有兩條好窄嘅縫，你向前噴，理論上噴出嚟嘅油漆應該只會喺牆後面形成兩條直線，對唔對？好合理，冇問題。但如果我話俾你聽，喺量子世界入面，佢出嚟嘅唔係兩條線，而係一堆一圈一圈，好似水波紋咁嘅干涉條紋。呢個就係相逢干涉實驗最基本嘅版本。最初科學家用嘅唔係電子，唔係粒子，而係光。光本來被認為係粒子，一粒一粒咁射出去。但當光穿過兩條縫之後，佢竟然表現得好似波一樣，自己同自己產生干涉。即係咩意思？即係話一粒光好似同時穿過兩條縫。大家諗下，一樣嘢點樣可以同時喺兩個地方出現？已經開始有啲唔對路啦。但真正恐怖嘅唔係呢度，真正恐怖嘅係當科學家諗住搞清楚你究竟係點樣穿過去嘅。於是佢哋做咗一樣好簡單嘅事，佢哋喺縫嘅後面裝咗個偵測器，想睇下粒電子究竟係行左邊定行右邊。結果發生咩事？一裝偵測器，干涉圖樣即刻消失，電子唔再似波，而係乖乖咁變返一粒一粒，只行其中一條縫。好似突然之間佢知道有人望住我。大家停一停，認真諗下呢件事。冇人掂佢，冇人影響佢，只係知道佢行邊條路。結果現實改變咗，同一個實驗，只係因為有冇被觀察，出嚟嘅結果完全唔同。係咪好神奇？定係好恐怖？更癲嘅仲未嚟。後來有科學家諗，會唔會係偵測器影響咗佢啫？唔關觀察事。於是佢哋做咗一個更變態嘅版本。佢哋先俾電子飛過相逢，之後先決定要唔要睇結果。注意，係之後，理論上電子已經飛完啦，佢應該早就決定咗自己係粒子定波。但結果係佢嘅行為好似會反過嚟配合你之後嘅選擇，即係話你而家嘅決定好似改變緊過去發生過嘅事。呢個實驗叫做延遲選擇實驗。聽到呢度，如果你開始覺得個世界有啲唔穩陣，恭喜你，你正常。咁問題嚟啦，到底發生緊咩事？主流物理學嘅答案係唔好問，計數就得。但哲學同意識研究入面有另一個更加危險嘅想法，會唔會現實本身係未被確定嘅，而被觀察先至令佢塌縮成一個具體結果？換句話講，唔係我哋睇緊世界，而係世界喺等緊我哋去睇佢。呢度開始就涉及一個好核心嘅問題，乜嘢叫觀察？係部機定係意識？如果只係儀器，點解知道但唔睇同唔知道會有分別？如果最後關鍵係資訊被知曉，咁究竟係邊個知？有啲科學家開始提出一個好激進嘅可能性，意識唔係宇宙入面嘅副產品，反而意識係宇宙運作嘅一部分。就好似一個遊戲世界，畫面唔會一次過 render 晒，只有當你行到嗰度，畫面先至出現。大家諗下，如果冇人睇，月球仲存唔存在？愛因斯坦當年就問過呢條問題，而相逢實驗好似喺度細細聲答緊一句，可能真係未必。當然，我唔係話你諗有錢就有錢，或者宇宙會因為你許願而轉動，呢啲太膚淺。真正恐怖嘅地方係現實，可能唔係一個完成品，佢更似一個需要參與者先會運行嘅系統，而我哋唔單止係觀眾，仲可能係共同創作者。所以
下一次當你望住個世界，望住自己嘅人生，望住你以為已經定咗嘅命運，你不妨諗一諗，會唔會有啲嘢，正正因為你相信佢一定係咁，佢先至變成咁？又會唔會你嘅意識比你想象中重要得多？相逢干涉實驗冇話俾我哋聽答案，但佢確實問咗我哋一條再無法忽視嘅問題：如果現實需要被觀察先存在咁，你而家選擇點樣去睇呢個世界？諗下先。